发生的事情都是从陶壶开始。我很希望小孩子知道，你们都是从陶壶出来的孩子。当你在打陶壶的当下，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才有办法大声的告诉大家，我是台湾原住民的排湾族。我们台湾其实有30-40年的时间是文化断层的。我看见我的孩子们，他们是非常可怜的，就是连自己的族语也不会讲，排湾族的双管口笛鼻笛音乐也不会吹，然后再来我们的族语歌谣也不会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而且很危机的文化准备消失的一件事情。那带给我也很大的冲击，就是我们要如何去找回自己，甚至让这个断层慢慢的复苏。打鼓有我要的律动，小朋友又喜欢。我觉得他们打鼓下来，他们整个是静下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鼓很适合在原乡小孩子身上发生。然后我就教他们跳勇士舞的动作，说：“哎，这不是就我要的味道吗？就是整个勇士舞的动作跳起来，然后在打鼓的当下，然后又在唱自己的歌，说哇，对，就是这个。可是这个鼓不是我的。”我觉得非洲人都可以创造属于他们的鼓，为什么我们没有？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说，有什么东西它是可以成为排湾族的？有一次我就坐在我们家客厅，我在那边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祖灵在告诉我他在那里还是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我很特别，我们家那个瓮啊，它就在电视旁边，我这样坐着，我就往旁边看，说，这东西好像不错呢。然后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我跑去抓那个陶壶，然后我在那边敲，在那边听，然后又打它的孔。我说对啊，这个不是就可以作为我们排湾族的主题？我很高兴，我说我找到了。陶壶在排湾族它是非常尊贵、非常神圣的，孕育排湾族所有人的人。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做成鼓？其实我是要让小孩子更了解，我们陶壶是祖灵居住在里面。当孩子打这颗鼓的当下，他们在跟鼓对话。我在打这颗鼓的当下，我在跟排湾族的祖先对话，让我反省自己，我要怎么找回我自己，成为一个排湾族真正的孩子。小孩子当他打这颗鼓的时候，他们会一直去思考，你自己是排湾族，母体就是你的陶壶，陶壶要怎么样去面对所有人。我们在外面演出也是告诉大家，这叫陶壶鼓，是我们排湾族最神圣的东西。我今天我拿来做乐器，是为了要让孩子们能够找回到自己家的路。这些小孩子意识越来越高涨，很知道说我要捍卫我排湾族，他一直在慢慢找回自己，才有办法大声的告诉大家，我是台湾原住民的排湾族。这就是陶壶鼓，跟我一起去复苏我们的民族文化这一块。台湾的伝統文化有2種無共款的這個元素來結合。第一種就是廟口的宗教的信仰，第二種就是伊是一個台灣真傳統、真早期的這種藝術的展現甲表現。啊，神後應驗喺家己身軀的時陣，伊就用請電頭，也是家己發願去廟頭前做這種表演。啊，那改做即馬的這個藝術的這個講法，伊叫做流動式的表演藝術。電頭甲台灣人，你會使看到啥？看到這種生活，伊是無距離的。
在庙会里面，它比较多是一个奏乐的陪衬，或甚至是在做一个队伍领头的一个工作。可是以9天来说，我们把它转化成它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核心的表演项目，它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一个伴奏，它是一个精神的象征。我们会在古曲针对台湾几个不同的传统技艺的民俗的题材来去做不同的创作，像我们也有把东港烧王船的这个故事题材写在我们的古曲里面，那以及就是在庙会常常会遇到人家的拼顶、拼场、拼阵，我们把这个尬顶的这个精神写到我们的古曲里面，这样。我们会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希望用在地的元素，可是你不能忘本，你不能忘掉镇头原本传统的一个文化元素，然后去四不像的去大杂烩的串起你原本新的表演。当然，在9天的跨界领域里面，例如说我们之前所描写的，例如说我们在地的原住民的一个大肚王朝这一个故事，然后还有之前有跟台湾国乐团一起创作的一个镇头传奇这整部作品，在不同的跨领域当中，9天他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是想要突破传统。想要突破大家对镇头原本的一个框架，然后所共同创造出一个镇头的新文化。那不管是风吹日晒、太阳底下，我们是受这样非常严格而且非常辛苦的训练。那我们所诠释的其实不是在走技法上的困难，而是那种台湾人不服输的精神。我们希望透过古意的传达来给观众。所以我定定讲一句话：今仔日台湾一个9天无够，其他台湾要有100个9天、1000个9天，安尼咱的顶头文化、咱的庙会活动，你就感觉讲哇，绝对会使超过足侪先进国家人咧办的宗教活动。当我表演的时阵，哇，足侪外国人，我看到因的眼神是互我啥，我感觉一件足骄傲的代志。因为啥，我都用我家己出生的这个土地的文化来给讲着阮故乡的故事，讲着阮祖先的伟大，迄是我上骄傲一件代志。